台湾，无半点钱。通山过台湾，爱的爱味。玉树沟诶，一直按样冲的，从金丝亭到文楼亭，从头摆到亚景，通山的那位，又是那位咧。1967年，吹定九江风的下注，那个阿嫂去定心爱学到外。也愛無限次擦，為到成發大理，眼上燈，來做得起來嘅。愛讀書嘅人，就是會講故事嘅人，搭團故事就是平凡生命嘅演出。愛讀書嘅人，就是會講故事嘅人。打敗嘅演出就是陳撇嘅人生。通山過台灣，通山過台灣，通山過台灣。歌诶，一直按样传唱的。众赏鼓励，因为这个气氛天龙漫呢，你知吗？一开始哎呀朴素哦，众赏鼓励，吃到有一点点好像。氣氛無強樣，102號，真嘅，做乜假哦？做乜假？當無關錯了面。真嘅，夾來正式分享一下基本嘅創作歌手徐澤偉分享。大家好，我係徐澤偉。徐澤偉，徐老徐無強。我攏講，因為我嘅聲音講得唔好，排泄，你搞硬搞硬。排泄。我你係果樹，唔係主持。啊，102號，我都徐澤偉。大家好，各位鄉親，我係澤偉。歡迎分享澤偉吼。基本嘅訪問期嘅時間，我心肝度就想講，哎呀，今天我輕鬆了。懂厲害呢。因為什麼？你知嗎？因為我講嗎？因為澤偉真的，你真的很不是很令人喜歡的。你有講對嗎？因為你看主持人講冇介意。唔係你聽人講，你看哦，創作有愛。有冇好嘅歌數啊？主持節目主持人有愛哦，然後呢大隊在做評審有愛，有冇？廣播節目有愛，然後呢，你看以前還有行腳節目啊，青島某 Q 嘅東西，美食節對，輕跨界，哎呀，還有自己創作，你這樣子配你就沒有飯吃啊，對不對？你太厲害了。按樣講回來，其實我當感恩，因為我真係當感恩，這不是場面話，因為我知道。當多嘅時間要有機會，當多你攏愛強樣一聽機會下歌呀，會主持。不過我當什麼客家電視台幫我按到機會磨練，一開始音樂啦、談話節目啦、美食啦、行腳，我知道了對我生命地位都會養分吼，就變做我哋下做音樂同創業嘅一隻元素。我做當好。真的，我完全可以體會為什麼？因為青東給你的高場低度，他會覺得說，這高場低度聽起來有青頭輕辛苦嘅地方。一聽，不過沒有想到你走到最後，其實一定有它的意義存在。嗰種你看你他創作嘅時間，你會發現按有嘅經驗同按有嘅經歷，反而變成你創作很重要的養分跟來源。係啊，我就是有講，哇，原來你當。不管大家吃到講，也我自己講，懂辛苦也用白不過我覺得那個苦盡甘來的感覺，或者是說我為到兩條事情，做得這個轉到我以前音樂人的身份，我覺得這個太棒了。我要跟澤偉講一下，其實我第一次認識澤偉第一是我看那個
歌唱节目，真的假的？就黑你当评审啊！给梁省啊，就知道讲，哎，怎么有一个按钮给广播节目给主持人讲到暗后，没想到哎，丢客家天之队我就遇到他了。我心想说，原来给客家人，客家到就讲到暗后。我第一摆上福起来没上你，哪节目啊？真的，所以你才说回娘家，因为以前你要住持福气来，从来比都冇关呢。对，不过今天不过今本你天冇强哟，哎，恭喜哦，来，你看，恭喜！我觉得他终于诞生了。虽然说底下合集，不过你在这里面很用力哦。哦，真劲用动太力气哦，因为你想爱听一摆拢爱一家客家的歌曲。做成实体，然后发行。以前我啲闹嘢也好，譬如講我下當到客家歌，當到鬧嘢線數，我偷我歌嘅客家歌來唱，我已經很感謝了。譬如講出去表演，我沒當感謝，你阿拜有按你合適旁啊，只有講，我覺得是老天爺給我很好的禮物。好棒哦，真的很可愛。其實大拜頭周圍大追顧嘅時間，你就會很喜歡那種講，因為你會知道佢講法嘅時間很誠懇。真嘅。對，而且好像哇掏心掏肺，乜嘢都講出來。因為我講法，我們兩個一聊就聊不完。所以吼，你不可以跟他講法講鐵球，因為你會抵青島嘅鼻妹，唔知嗎？因為你都哎，你用啥懂多？很多秘密會不小心講出來。不過我要先講一下，一開始嘅從嘅唐山過台，唐山過台吧。哎，我很意外呢，因為一開始吼嘅企劃拿個腳本給我，說一姐來同你講哦，要喺周偉哥嘅新專輯裡面有一首歌哈，唐山過台，我說哈，翻唱是不是？而且找了一首我們的國歌，對，那相公給個膽子按胎，可是我剛剛一聽到有嚇到哎，有好聽哦，很好聽，完全改編。這是我們很重要的國歌夢，唔講而家啲啊，大家一開始從來就會唐山過台灣，冇頒獎前，因為其實跟以前那個時代的一個故事，跟那個時代一定要有的一個產物，我們必須按勇講。唔過你這次這樣子的這麼樣的膽大去做按勇嘅改編，而且你剛那個口白會不會太感人啦？好感性哦。其實我知道，因為我自己咩啲客家種。台嘅，古時候講係啲，這個合集很特別，因為它是一個田野調查。田野調查就係講，你到文樓亭，啲台北兩個地方，我們找到一個客家的發源地，乜嘢都文樓亭啲嘛，溫州路、羅斯福路跟汀州路，所以我們現在那個地方叫做溫羅亭。對，所以古時候講，你客家嘅乜嘅文化館，咩 DKV。古時候講，我覺得很棒，我們在台北竟然發現。台北市有一個客家的發源地，古時候講幾位當到獨立的書店的頭家，佢哋都係客家人，唔對唔對，錯嘛？我喺唐山書店的時節，唐山書店的陳大哥是他人生有太多故事了，一講出來發出一隻故事。古時候講我喺唐島的時間，我就想講唐山書店，你對客家人的印象就係客家本色啊，唐山過台灣，有等於唔對啦，嗰人都同。客家本色啦，我講你喺唐山歌台吧。古時候我想講，大家會唱嚟唱一本唔係客家人，還有客家人嘅朋友，有一隻新的歌曲可以朗朗上口。對，那加口白是因為我知道我太想要說陳大哥的故事，你的故事咩可能係你客家種自己特色嘅故事。譬如講，我細細時節，你看你細細時節，喺帶客家種，下課一定要去書店當好昂。超忙，我就想說，把那個時候的氣氛，你好有氣質哦。冇，真的啦。我下課的時候都去吃豆花，你去書店，還是吃豆花也是對。你看那個公館，你懂得後市的咩客家人開啊？像那個龍潭豆花，超忙。那我就會覺得，你真的是主持人，我講不贏你啦。不要這樣子，我們沒有要輸贏。我意思講，我喺下就是歌曲，因為我自己本身咩 DJ，我想講要用講故事的方式，這個龍。各位龍唐山歌台灣做一隻新的改編，然後我記得我上次12月15演唱會的時候，我很感動，因為大家都冇彈過呢個歌誒，我喺台當唱一邊副歌的時間，台下所有人都會唱，然後跟着唱，我就當反應講，哦，原來唐山歌台灣冇頒獎前，經過我改編後邊愛讀書嘅人，沒愛講故事嘅人，特啥都係，我就知道講，哇，原來這首歌也可以變成慢慢希望可以變成
小小的国歌，让大家喜欢。哦，你哈哈家歌曲懂响应的地方。真的，而且我想因为其实亚拜公司才发有青岛的故事我们有太多的故事可以分享。真的，很少音乐人做一首歌像你花这么多时间在填调真的，对不对？有时候失恋就写一首歌，你不黑，系咪？你要去问那么多按钮给故事，过去做填调纪录片工作者怎按钮呢？单枪飞到2年下歌当然发动到的时间，比如讲跟他聊天就要超过3-5个小时。那有阵时喺某些发录起来地方扛大半，这样时间下歌我真的都失眠因为我都躺在床上，然后就听那个当时录下的音档，一直听，然后想象自己回到那个时候。真的，所以乡亲朋友今日10月来到两片，其实大部分乡亲朋友伊在性改歌曲啦、性改专辑，其实去真实发了当多嘅时间因为当多嘅故事做得到大家的分享，所以请你甲乡亲朋友先聊下，你马上你等下怎会讲起嘅故事。中国故意黑里我，行过天桥就看见一条路，来来去去嘅脚印，踏上一幅幅地图。转过嘅路弯弯。想起当年离家的一家，熟识的手把阿姨，就变成上分的隔壁邻舍。国家讲天南地北无讲过嘅法，国家俩下只能看相片，一家问一家。国家老头摆过一家讲法，国家突然转去过去的屋卡。转屋的路弯弯，想起当年离家的一家，来来去去的脚印。踏上一幅幅地图。哇，下不敢很用力，有没有？太感人了！而且刚才听的时候会吃到口轻感通，可是心里头还是觉得轻等你脑，好羡慕会冲狗的人哦。你没做对啦，我不会，我不行。你不要害我一世英名在这边就毁了。没有，这叫做突破。人生出来爱突破。我现在觉得你也很适合周行商，很会鼓励人。心理医生，可能因为我做天台做球的，我都做按部条12点都早晨1点。当到的小学的成人的，譬如讲高中啦、国中啦，还我哋最细堂中的国小，他们其实都有自己那个年纪会有的烦恼。真的。古时候讲，我要伫天台龙太家。开始没有到开始，有一些变成好像张老师给讲过，以前真的现在说听广播好像有点排斥，因为我那个年代真的都是晚上一定要听广播。其实你还没黑呢，你很因为你手机它行呢，有 APP 啊。这个最下。不过亚太卡就追剧啊、看手机啊、玩游戏。不过我那个年代，给这年代真的是晚上的时候，你就躺 radio 有没有？然后听的那个主持人，你跟他好亲密哦，好像你跟他对，而且那你应该写信给主持人过，对不对？爱冇，因为爱排声的自尊心很强，不送还假的。对呀，不过你真的会听到他会读信，而且有时候 live 的时候还都在 call in。对啊，你给节目也还，我节目他都 call out。哦，来龙太上无强用，譬如讲，毅力有什么？譬如说他有什么心愿？譬如说我想要告白，我想要跟我老公说我爱你，然后我就可以帮你。哦，
我做的是跟别人都不一样。而且给龙时影不像现在整个因为现在的全媒的一个时代，某天给龙时你还在幻想说，主持人长得怎么样？那个时候真的会。boy，那你现在看到我，你觉得主持人怎么样？真的超棒的，而且我现在有点担心一件事情，你明白事情吗？我担心我们两个像是同温层，有没有？去搞工作轻管理，结果他跟黑上瘾，80年代后期想说，那两个人聊得好老派。其实不会啊，不会。其实我简单的讲，其实就刚才那首歌真的，我觉得听起来好棒，而且。我为什么会讲到说我们那个年代，因为勾嘎黑，我们那个年代会发生的事情，现在的小朋友哪有在勾嘎？海峰也讲狗嘎，狗嘎，你有听过这个词吗？当然啊，对，因为有些人我每天放学都要狗嘎，真的，我每天都狗嘎，一定要去勾嘎的意思就是串门子。你知道为什么？为什么？我念国校1年级的时候。读半天的时间很多，哈组就要去狗嘎，去隔壁邻居家狗嘎。隔壁的阿姨啦，好叔爸，对小朋友最好了，客家人又很温暖，给你吃糖。我真在家没有做的都在外面。对你还要狗嘎去吃点心啊，就按用眼黑某去瞎拱扣就按，所以狗嘎真点是一切。那有时候以前妈妈很忙，没有办法照顾你的时间，我还说那个。阿教授，那个阿教授有没有？今天那个女儿回来的时候，在你家先寄放一下，那下班的时间再来把她带回去。所以我刚听的时候很有共鸣。列出来吃到客家人的人情味啦，来做东创业，因为你哈太家都待太累哇。你用口能够，我敲门搞不好隔壁邻居是谁都不知道，对不对？而且像你敲门，他说你北漂哈。对。拍谁？回入正题，拍的我离题，拍谁？你讲一下勾嘎给创作故事。好啦，因为勾嘎迄我当年要去书店，我记得喺台北书店、大陆书局，个头家董厉害，他专门研究地图、梯图。其实我在他身上发现一件事，就是说，原来地图比文字跟语言还要重要。因为有地图，你张提供他讲人地内微乱，希内微。真嘅，然后地图怎么研读？我那个晚上学了很多，我记得喺做风采给你按补条，我说哇，可是我得到很多。我就想讲，嘿啊，你太假两摆主题都漂移、移动、漂流。我就是说讲，大家都在移动。譬如讲，有人北上念书，南下工作，跟我就知道讲，每个人都在漂移，那每个人踩过的地方都是你自己人生的地图。那跟有一年来转龙潭去做发通嘛，我就想讲，查爱试试啊，转去我以前细带的素材，我知道，以前还有啥阿姨变路的呢，我细用时乡下搞的玩伴，太的，有的结婚的，有的离开了的，路边的、屋的、马边的，我这时候讲，好奇怪的感觉哦。可是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我一转去。隔壁的叔伯阿姨啊，哥哥姐姐这位你转来耶！我特别看客家电视台，我觉得我好开心哦，都看到你。但是我现在可以看到你本人，其实我当下有很多的感动跟很复杂的情绪。我只会讲，嘿啊，我这世界国家一点人，定在生命中可能短短的时间，不过在短短的时间，定在生命中你还想起来当创业。我所讲来下本当道。理解太人生人，叫冇转屋开，好转屋卡看看好。古所讲高价，真嘅我有按个感觉。其实你说到客家庄，因为客家庄就有按用个连接。有时候你会知道，给看到你会知道，客家人还有我隔壁邻居，人不亲土亲，那种氛围就冇相用，而且共识才发。讲客家电视台就好，有青岛的员工其实是从南部来的，然后屏东，然后行走苗栗、青岛，大家一起在这边看他走谁。我说泰卡就会知道那有个故乡，所以你再一次回到那个时候，因为你歌词里面有冲动嘛，对不对？你重新去回味那个时候，按有给情感的连结，还有按有给感觉，所以就会很有共鸣。我就当感情，我唔知，我写到书歌，我当感情当到唔係客家嘅朋友，還有主流流行音樂嘅。音樂人吼，對耶穌講嘅當有感覺，係真嘅當感情。記到唔係客家嘅朋友，當上嘅好耶穌講嘅，他們也許一開始聽不懂，然後可是他們嘗到旋律以後，他們發現，然後再看歌詞有翻譯嘛，他們就覺得哦，好像寫到我心裡的一些故事，因為我知道人生出鄉高架，係冇，你。行來行去出鄉高架，唔過你專門愛轉現心肝地位度幾隻之間，我潛到之間。
这种重要。真的，所以姑说在这张专辑里面，其实你刚刚跟我们分享就2首就会，你这次可以算是全新创作，全新完全全心全力的创作，全心全力。因为上一天节目我们有点短，因为你共斗嘛，因为你还去填调嘛，对不对？每一个人给你的故事都是你创作灵感的来源。你刚刚说到地图，我其实非常的有感觉，因为你看地图，你刚刚讲的是你很棒，因为你是创作者，姑说你用的是这样的一个连结，可是你看地图跟变化讲的也是那个历史背景，那个地理环境，那个位置的变化。以前这边有河，现在这边没有河。以前这边有山，亚边没有山。对，安永给变化其实也是这样时间的前进。对你来讲，哇，我就会觉得说，哎，我看脚本的时候我好意外哦，就是说竟然是有一个跟这个人竟然是一个地图专家，可以带来给你安永给感觉。所以我真的觉得哲伟，你加快脚步，这么棒的创作。有一些救，还圣经选起来，你意思讲这么棒的，给我们更多，我有点想嘛，因为我其实客家歌的创作的量有拉啦，欢迎所有的金主来找我，谢谢大家。对，黑妹都在看到一种给哲伟自己整张都会你客家歌给创作，这是我今年很大的一个对自己的期许啦。我们伫当多对我支持的歌迷朋友，还有当多的乡亲朋友对我的支持，我会较大表的。真嘅，听说爱啊，因为根本一来到鸦片同大家来讲，只是这是一个合集，对不对？底度还有很多其他的音乐人跟歌手，很棒。譬如讲黄伟杰，这个入围金曲奖常胜军嘛，刘荣昌老师，还有玉婷，真的，而且我看给史杰这风格真的不一样。你看伟杰跟史杰有吗？就说这是在写散文吧？给狗子，因为暗感通你，够暗冲。你说，再看到这个，哲伟想说，哎呦，这个也是哇，完全是不同的风格哈。所以这张专辑可以带给大家完全是不一样的音乐香，轻丰富。你讲大家想讲，其实为什么用英讲哲伟以为研究会当写安用个客家歌曲？希望讲今年做嘅有个客家嘅专辑，还有乜嘅故事聊下，等下让你讲。今日當番而做啲分享到10位咧，到節目底度啦，大家來分享哇，一種合集哈，對唔對？兩首佢自家創作嘅客家歌曲，當然還有其他嘅歌手都底度哈。唔過哈，我知道很加重要嘅事情，其實我很想問哲偉一件事情，就你看啊，一個安永嘅音樂人，你做的用開風冇愛吃看啊？一改從安永嘅音樂人，沒有我想要，沒有從10位安永嘅一改音樂人有冇？其實訪問過東土嘅歌手都有幾次教一下客家歌曲嘅演繹跟緣起。可是我知道哲偉特別不一樣哈，對。不過要問這個問題啊，有一些緊張呢。對，其實我知道，就是好像是對阿婆的一個承諾，從冇這樣講哦。係啦，做得人講。因為我細細時都懂愛唱歌，我阿婆算是我人生中第一個歌迷。哦，真的其實吃動來懂，像我小有那個合唱團，我雖然是合唱團，他都很高興。然後合唱團出去比賽啊什麼的，他都幫我把衣服弄得很好，因為我們合唱團有制服嘛。對，東潭國小哈，東潭國小合唱團很厲害哦，都是全省優等1、2的。嗰陣時阿婆就會講，哇，你好棒哦，就是小時候就很愛唱歌。阿婆同你講，阿婆係講客家話冇？客家話，其實佢講，佢就講哦，很會哦，懂聽啊，唱歌嘅，不會唱嘅。可是你知道小時候還是會害怕嘛？那可是家裡就是他完全就是我的頭號大歌迷。对，然后我會讓他很開心，我甚至會唱歌仔戲啊，因為佢當我看我愛你嘛。然後我長大以後，佢啲啲唱歌，佢會想講，你大概唱嘅歌我都彈唔實咧，因為他覺得我沒有唱客家歌啊。然後我覺得我國中的時候，我們的校長還搞你唱山歌給的，因為客家莊嘛，我還會唱給他聽。可是他也愛去駐唱啦，也係講。就是完全投入自己的人生之後，比較少有機會唱到客家歌。雖然講我出嚟係好樂歌的專輯吧，方言專輯吧，佢都會講講，你冇唱客家歌。他真的會這樣？會哦，佢真係佢會講哦，佢會想啊，講你睇唱客家歌幾好誒。就想講，我心肝都最見想講，係好，阿婆阿媽都讓我講講，應該唱一下客家歌，我就天天嚟
你按多年啦，吃来写，拢爱一家可能以前唔记得的，也系讲填标题的，也系讲标心肝度的客家话、客家词、客家语言，还有阿婆本来以前生活地位度太细的事情来写客家歌。系啊，我没有写，我想有看个那个大擂台的朋友应该就知啦。我有写过帮阿婆很多容颜嘛，当然。就是后来唱，你阿拜歌讲没有一滴滴的想爱跟阿婆提讲，那你下听听的爱写客家歌诶，做得有发行的虽然是合集，稍后人啊就做一种较完整的客家专辑。不过唐在位安讲，相信譬如可能会讲角度，听所做的讲角度，其实这位同阿婆的感情很深，感情动情。对啊，对，因为我可以体会，因为我跟妈妈的爱同妈妈的感情很安样。如果我哥哥的女儿跟我妈妈，他们就是祖孙，我可以理解他们之间安样的关系，真的，所以我很能够理解哲伟的那种情绪，也可以去想象，在客家中一个阿婆的对孙的安样的感觉很样的，所以我可以完全的去想象，对啊，不可以讲太深，讲太深，哲伟等一下会对太感伤。太感都点解客家电视台最爱叫字的主持人咯，来做唔得做最爱叫字的歌手。唔过我知道，其实不管用的哈，我自己是这样觉得啦。你跟阿婆给感情哦，我觉得安永共亲老派，可是我真的觉得阿婆真的知道。一定敌呀！对，真的，因为我看俺妈妈就是，她疼那个孙女，两罐吞，你看女儿都嫉妒了，两罐吞，是不是？对呀，捏在手心的，我会吃醋她说，妈，你会不会？人家买呢，对呀，所以可以体会。不过真的很青凤仪，这次我觉得已经完成《暗有你》。你刚刚说2019一个完整的专辑，冲吗？一定要。好，算我给你拜托，好不好？拜托一下，做得吗？好。因为我告诉你为什么有暗的感觉，我吃到亚纪年青豆给客家给创作歌手，我觉得那个种子已经撒下去了。真的，那个种子撒下去了。我觉得。我以前觉得那个土地没有很肥沃，可是我压它吃到，那个土地越来越肥沃了。我觉得。重点係乜嘅？重點係吃到講，客家人吼，不管佢哋啊後生嘅人，我講客家話，唔係客家話。客家人的個性就是客家人的個性，土地不管肥不肥沃，我們就是可以在最艱困的環境長出最漂亮的花。超，我知道講，以前我們很內斂嘛，對不對？以前哇，好像很隱性、很內斂。可是安永嘅，其實你。從另外一個角度想，安永嘅親厚嘅優點，同安永嘅優點，我覺得像廖哈嘅音樂，我自己的感覺係安永你。現在整個客家音樂，我覺得那個苗已經越來越露出，而且很蓬勃。然後有本當到唔係客家嘅朋友做得講，哇，客家歌做得安好聽。真的係安永你，因為以前很多年前我們常常在講說，你做得好些韓國歌曲。對。從我嘛個安永哈西哦，嘛個有名，你做得好日文嘅歌曲，可是你甚至泰文也有你好，可是你為什麼不做唔得好客家嘅歌曲？中央嘅處理啊，真嘅，所以拜託，沒問題，就靠你們了。那你從來安永你唔會充歌給你，係冇法度。給你先證明，充兩張演出，歌家這樣的，對，你點解去 KTV 都會做嘛？我分母呢，我都會吃牛肉麵、吃水餃的呢。今天我來當突破性，歌家兩個字。經紀人疊那一邊，丟哪一嗨？歌家預備起，歌家。我真的冇法度。我要唱同山沟推班，唱了。我跟你講，你觀眾朋友，你冇看起，它很貴呢，你要找哲偉哥上課，時薪很高呢。我今天還穿斗呢，對不對？不要這樣說。不過真的，我覺得來到這邊哈，你幫我推薦一首裡面的好聽，你自己印象深刻，因為。你如果要講好聽話，就每一首都不得了。真的每一首都不，真的，我是認真覺得。我也是發自於內心。那總是有你可以特別推薦的。分享一下有沒有有趣的故事在裡面，還是你會講那個辛酸血淚也可以。其實我知道，應該講，我們這個合集的四個創作人哈，也就是每一個人真嘅都懂發心思去寫歌誒，還有去做填調。那像偉傑啦，哈，也係講劉榮昌啦，玉婷是後來加進來的一個女生，她也得到原創的那個大獎嘛，她又很不一樣。其實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劉榮昌，行出一條路。啊，
第3首，真嘅，我就我。迄篇我去现场，这个唐一版没唱片的版本的时间啊，就是讲哇，原来你回到自己的家乡，重新找回那个生活的感觉很重要。你说荣昌从嘛？因为荣昌回去新竹青岛年嘞，俺有问高吉啊，我说你回去，他觉得他想要重新视角的站在那一块土地上面去感受。真的，我所讲，佢两摆写出来的歌曲，可能因为佢要转去佢自己的家乡。迄个一段时间呢，给他生发，给他人生观，给他个性，包含给他创作，全部老以前冇用。我觉得他进化就变成2.0大帮你乐团。我所讲行出一条路，喺我第几只合适底背度里面，底背度哈，我知道对我来讲，我觉得是很有冲劲、很有希望的一首歌。除非我刚刚讲的嘛，不管你爱反击都。极艰难，人生极艰苦，样板型，你一天要请到一条线。哎，你真的很会鼓励，你真的请鼓励，因为我这么爱我。你最近感情和家庭生活有一些问题。我这几年真的过得很青灰色，不要这样子。应该要找哲伟早点来，哎呦，有点被智商给干不搞，有吗？不如我们2个就在课台开一个那个心灵的一些节目，好吗？晚上11点可以，你愿意的话，没有，我意思讲讲，其实我都在下穷样啊，我没有懂到我自己人生的问题，一定有，大啥都有，不过你来用乜嘅心情去面对，突破，对，我觉得要突破。还有一件事很重要，你要面对自己，两件事情最重要，你喺冇面对自己，你乜嘅事情你冇办法解决，怎么办？根本你哲伟的都鸦片，也是会当下嘅智商跟形象。不过真的，谢谢毅玲今天来上我们的节目哦。我们课那个福气来了2.0的版本。真的，我压下会听佢嘅广播节目，我会讲佢 call out， 我会问题。我要打电话问。不过真的很牛你说公的我们有去跟他面对问题。不过回到压下嘅后上面，他有大环境的问题。对，给有大环境问题，他会觉得，比如那种家人就会觉得说，因为我可以去买一个蛮昂贵的东西，你就问题公，你为什么要买这么昂贵的东西？你会知道，因为更昂贵的东西我确定买不起。筹码对不对？所以姑送奶就都得买一点点小贵的东西。我觉得，那他会觉得说，那你会上忙大表吗？爱，你讲爱吃到爱唔点爱嘅卤碟嘅，对啊。可是根本你用按用嘅艺术度，就会同大家来讲，看因为像冇路用诶。不过其实你做得行出。其他嘅一条路，你合适地位都出现当道的故事，有可能是你自己的故事。真的，古手讲唐玉来，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很棒、很丰富的。这就为什么他讲音乐无国界，就会爱你。真的，最后30秒只会同他讲的讲一下，要去哪里买？其实拥有你才可以拥有。我们有我其实，在博客来啊，很多的线上或是数位都可以有之外，我们可以找到漂移的这个脸书粉丝专页，就做得当归有做得买很详细的资讯别当高，对不对？呛太嘎支持咱们的粉丝专页，找到徐哲伟，好吗？按个赞哦！以前大白讲，哎呀，按1次不能按2次，按2次取消。这个好棒哦！真的，今日请范徐哲伟做得了多两篇，然后大家分享俺豆改故事。真嘅啦，有限接来。哎呦，我抢哎，当做来，当来高价。冇问题，请感谢哈。2019美梦成真，你也是，好不好？尊严行大运，好啊，做人容易。好，乡亲朋友，3年后你做嘛？赶紧走人堂了。